在看完韵文朗读的教学内容之后，同样的，我们在这里提供了一段练习的范例。首先是童谣，第二个是唐诗。首先，童谣的部分，我们来看它的关键字在于黄黄，那个客家话要念成旺旺。第二个好叫，第三个云字，第四个水多。所以这个童谣念起来应该是这样：天旺旺，地旺旺，爱家有家好叫人，路边君子念山边，一高水多填太港。接下来第二首唐诗，唐诗的部分我们要注意到，它关键字里面通常都会是文读，所以请大家要参考我们所提供的关键字的拼音。首先是竹教，第二个亚错法，第三个失用恰，第四个肥业，第五个清爽。所以这首唐诗念起来应该是这样：竹脚桥边亚错法，有意风口失用恰，口是王车同前烟，肥业清爽百相夹。第三首唐诗，我们的关键是第一个哈竹柳，第二个树伐豆，第三个蜻蜓，第四个玉手头。所以这首唐诗念起来应该是这样：心中一面哈竹柳，春锁春光一烟愁。行到中庭树伐豆，蜻蜓飞上玉手头。同样的，在韵文朗读方面，我们一样提供了几首唐诗跟童谣让大家来练习。请各位有兴趣的朋友们一定要参考前面的要领，先找出关键字，然后去查它们的发音。那接下来的时间，请大家自行练习作答。